大家好，我係阿 Joyce， 與神談生死第6章，所有的路都能帶你回家。哈哈哈，咁就係話有啲路係更好行咯。應該咁講，係冇咁難走，係一個實相嘅描述，而更好係一個批判。呢一個觀察將我哋帶到第4個憶起。呢一個憶起就係冇邊一條返屋企嘅路比任何其他嘅路更加好。你確定啊？唔該你講清楚啲啊，親愛嘅神，我需要你確定呢一點。幾乎地球上每個宗教都係咁講，都係正好同你一樣相反。我再講多次，以便唔再有人懷疑。冇邊一條返屋企嘅路比任何其他嘅路更加好。所有嘅路都可以帶你返屋企，因為返到神嘅屋企所需要嘅一切，只係真誠嘅願望，有一顆純潔同埋開放嘅心，以及相信神係冇任何嘅理由，就係對任何人講唔得，你唔能夠與我同在呢一啲咁嘅信念。所有真正嘅宗教都好好，所有真正嘅靈性教導都係通往神嘅道路。冇邊一個宗教或者邊一種教導比另一種更為正當。通往山頂嘅路唔止一條嘅。唔同嘅人類文化創造咗宗教，以幫助呢一啲文化中嘅人們了解。有一種永恆嘅本源，能喺需要嘅時刻提供說明，能喺艱難嘅時刻提供力量，能喺困惑嘅時刻帶來明澈，能喺傷痛嘅時候帶來安慰。宗教亦都係人類本能覺知嘅體現。人類本能意識到典禮、儀式、傳統、習俗作為一個民族嘅標記，作為一種黏合劑，以一個民族嘅文化聚埋一齊，有着重大嘅價值。每種文化有佢美麗獨特嘅傳統，嚟榮耀呢一個美麗嘅核心真理。人生之中有某種比人嘅慾望，甚至比人嘅需求大得多、重要得多嘅東西。生命本身嘅意義係好深遠，內涵亦都好豐富，遠遠超出咗大得多數人嘅想象。喺愛、互相關心、原諒、創造、遊戲，朝住一致嘅目標共同努力中，蘊含住人類經驗裏最深嘅滿足同埋最大嘅喜悅。順住你哋每個人通達我嘅道路嘅前理，沿着你自己嘅回家嘅路，唔好擔心，亦都唔好批判其他人係點樣走佢哋嘅路。你唔可能到達，佢哋亦都冇可能。其實你哋都會喺家中再度相聚，然後會自問點解要彼此咁挑剔對方嘅。哦，但係我哋都爭論唔係咩？我哋無休止境咁樣爭論，我哋爭吵，我哋對抗，我哋殺戮，我哋死亡，因為我哋堅持自己嘅路先至係正當嘅路，而且係唯一通往天堂嘅路。係啊，你哋一直真係咁樣做緊，但係你而家又嚟話俾我聽，冇邊一條路返屋企嘅路比任何其他嘅路更加好。我而家必須小心問你一句說話，我點樣先至可以相信呢一點？我應該信邊一個好啊？
無論如何，唔要相信呢一度所講嘅。你講乜嘢啊？唔好相信我講任何嘅事，聽我講嘅，然後相信你嘅心話俾你聽為真，因為你嘅心係你嘅智慧所在之處，你嘅心係你嘅真理所在之處，你嘅心係神與你親密交流之處。我只係要求你一件事。咩事呢？唔好混淆你嘅心同你嘅心智。你嘅心智儲存咗好多其他人放入去嘅嘢，而你嘅心裏儲存嘅東西係嚟自自我。但你可以同我關閉你嘅心，好多人都咁樣做啦，好多人都關閉咗佢哋嘅心智。千祈唔好同人講，如果佢哋唔相信你嘅心智，我就會詛咒佢哋。最後，無論如何，唔好以我嘅名義詛咒佢哋。我哋一直都係咁做啊，而且似乎連點樣停手、點樣詛咒、點樣停都唔知道啦。我哋將自己放喺活在地獄裏面。呢度有一個好消息，人類係唔需要穿過地獄先入得天堂㗎。即係我哋甚至唔需要入迷宮般嘅森林，然後喺樹度做標記，然之後再揾出路。即係我哋可以繞住個森林走。冇錯啊！無論喺路上面見到睇落去嗰個森林係幾咁靚，幾咁誘人，我都可以唔需要入去，唔需要迷失喺入邊，然後揾到出路。冇錯啊，你唔需要。每一日我都告誡住自己要喺呢條路裏面，然後每日我都被生活束縛，陷在種種與我係邊個，我要去邊度，我要去做一啲毫不相關嘅戲劇裏面。喺我察覺到之前，我又跑返入森林裏面啦。而且你仲未出嚟添。我知道有一個羅伯特·弗羅斯特係呢個美國詩人，係1874年至到1963年嘅話，一直喺度盤旋喺我腦海裏面。雖然我以前都聽過㗎，但而家佢哋對我嚟講好似有一啲全新嘅意義。呢句詩係咁樣嘅：叢林迷人幽暗深遠，但我早已許下承諾，路超途遠，豈敢含遂？路超途遠，豈敢含勉？而家就跟住我嚟啦，等我哋一齊踏上返回空地嘅旅程。等你最終能喺呢個叢林裏清楚分辨唔同嘅樹木。好啦，我哋要開始邁向呢個嘅清晰嘅之旅程啦。我知道我哋喺森林入邊陷入咗自我掙扎、迷惑、黑暗嘅叢林。而家我真係好想返屋企，但係最短嘅路咪就係最佳嘅路咯。我嘅意思係更短咪就係更好咩？仲有邊一條路係最短嘅路呢？要回答你呢個問題，我哋首先要定義乜嘢係屋企。人們尋求回歸呢一個屋企到底係乜嘢呢？大多數人都以為返屋企係指回歸到神嗰度，但係你無法回歸到神嗰度嘅，因為你從未離開過神。你嘅靈魂係知道呢一點。你喺意識層面上或者唔知道呢一點，但係你嘅靈魂係知道㗎。但係如果我嘅靈魂知道我無需要返歸神嗰度，因為我從來未離開過神，
咁有乜嘢係我嘅靈魂想要去做嘅呢？從靈魂角度嚟睇，到底乜嘢係生命喺地球上嘅目的呢？我以4個字嚟回答你，就係知曉、體驗、感受、覺知呢4個部分。你嘅靈魂尋求體驗呢一個所知曉，你嘅靈魂知道你從未離開神，佢尋求體驗呢一點。生命係靈魂將其所知轉變為體驗嘅經歷過程。當你所知曉同埋所體驗嘅就成為被感受到嘅實相，呢一個旅程就完成啦。屋企係一個叫做完成嘅地方。返到屋企係指通過完全知曉、完全體驗、完全感受，從而完全嘅覺知真正你係邊個。呢一個就係你同你嘅神性分離嘅終點。分離係一種幻覺，你嘅靈魂係知道呢一點。因此，完成係可以定義為分離結束嘅一刻，你與神性再次合一嘅時刻。呢啲並非真係再次合一，因為我從來未分離，但佢又好似顯得再次合一，因為我已經忘記咗呢一點。就係咁啦，再次合一嗰一刻，你只係憶起你真正係邊個，而且體驗到啦。所以喺某種意義上，佢係返到神嗰度，但只係呢啲象徵式嘅說法。嚴格嚟講，係返到你從未離開嘅覺知，覺知到你與神為一。正正就係咁啦，回歸到覺知係一個雙重嘅過程。覺知包括咗所知同埋體驗，係呢兩者產生嘅感受。覺知係對你已知同埋已經體驗到嘅事嘅感受。知曉某一件事係一回事，體驗亦都係另一回事，感受又係另一回事。只有感受能產生完全嘅覺知。光憑所知只能產生部分嘅覺知，單憑體驗亦都只能產生部分嘅覺知。你可以知曉你係神，而當你體驗到自己嘅神性嘅時候，你嘅覺知就經由呢一份感受完成咗啦。你可以知曉你神性嘅任意面向，譬如你係有同情心嘅。而只有當你體驗到自己有同情心嘅時候，你嘅覺知先經由呢一份感受去完成。你可以知曉你係慷慨嘅，而當你體驗到自己慷慨嘅時候，你嘅覺知就經由呢一份感受完成啦。你可以知曉你係有愛心嘅。而當你體驗到自己有愛心嘅時候，你嘅覺知就經由呢一份感受完成啦。我以前經常講，今日我總係覺得唔係太似我自己，而家終於知道係咩原因啦。當你覺得唔係好似原本嘅自己，唔係因為你唔知道自己係邊個，而係因為你仲未體驗到，你必須為知曉加上體驗，先至得到感受。感受係靈魂嘅言語，通過完全感受到你真正係邊個，先至獲得對自己嘅覺知。覺知係一個雙重嘅過程，有2條路通往覺知。靈魂沿住靈性世界達到完全知曉，而沿住物質世界達到完全嘅體驗。呢2條路都係必經嘅路，
所以先會有兩個世界。將佢哋合埋一齊，你就擁有咗可以創造完全感受嘅完美環境，從中可以產生完全嘅覺知。而屋企原來竟係一個叫做完成嘅地方。第六章，所有嘅路都能帶你返屋企。呢一章就完結啦，請繼續收聽下一個章節啦。